新巴尔虎右旗，水草丰美，牛羊肥壮。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人有晾晒牛肉干的生活习惯，因此也诞生了独特的美食肉干面。新巴尔虎右旗小镇上，新纳达木饭店的肉干面可能早就印在你的记忆中。一口面，一口肉，再来一口鲜香的肉汤，口口都是满足感。印象最深的是老板那句话：当地人吃是回家，外地人品尝就是特色。从20年前的小吃部，到如今家喻户晓的大饭店，新纳达木饭店用蒙古族人那份最纯粹的做法，让正宗的蒙古族味道香飘四方，默默传递着一份游牧民族的情怀。一碗地道的肉干面要从晾晒牛肉干做起，只有当地黄标牛肉制作的肉干才能做出最地道、最美味的肉干面。娴熟的刀工是切出厚薄相同肉条的基础，这样才能晾晒出风干程度一致的肉干。切好的牛肉无需添加任何佐料，把它交给时间就好。草原气候是天然的晾晒场，3斤的新鲜牛肉在经过晾晒后，可以制作出1斤左右的牛肉干。汤是一碗肉干面的灵魂，将牛大骨骨髓和肥瘦相间的牛肉干一起熬制3个小时，加入少许盐进行调味，唇齿留香、清润可口的牛骨汤就熬制好了。适量的面和水经过揉、搓、捏，和出口感坚韧、面香浓郁、营养健康的手擀面。劲道爽滑的手擀面，肥瘦相间的牛肉干，清润可口的牛骨汤，再配上用当地辣椒秘制而成的辣椒酱，一碗独具特色的肉干面，是伴随我们一路走来家乡的味道。看到这里，是不是已经勾起了你的馋愁？如果你也喜欢，就快到新巴尔虎右旗来做客吧。新巴尔虎右旗的美食有很多，它们简单朴素，没有精美的配料，也没有繁杂的工序，就像家乡辛勤耕耘的人们，虽默默无闻，却勤勤恳恳地播种着幸福和希望。